再来看立法院的维权委员会，今仔邀请卫福部行政院的食安办公室，针对苏丹红的事件来进行专案报告。朝野立委拢批评讲食安误权根本无效，卫生福利部的动作嘛相慢咯。因为伫去年5月，卫生福利部的边境就验到讲中国的环境仔粉有致癌的苏丹红，却无搭配拢抽验。立委嘛质疑讲边境的查验卡手无够，敢有法度为人民来把关呢？苏丹红毒辣椒粉风波继续扩大，多年海底捞、血王调味料也达标，引起消费者的惊吓。对此，朝野立委拢批评卫福部动作上慢。分领官2月7日就接到民众检举，制成公司伫制停技术违法添加致癌的苏丹色素，卫生单位刷拖2礼拜才开始稽查，而且相关违规产品，即马市面上也买得到。2月7号接获通知，20号开始动作，你觉得这个速度够不够迅速？其实到处都还买得到。这些这违规的批号一定要先下架。另外，也有立委批评，即摆食安风暴遮尔大，就是边境无守好。卫福部去年5月就发现有一批进口辣椒粉验出苏丹红，因为一直到今年3月，才采取只要验出苏丹红，遂停止输入查验。不过老高的已经拢总入来啊，而且边境检验欠能力，安怎来监督？每一个人都要求查验的比例增加，然后他加班加到爆肝。结果也达不到啊，因为人就是不足啊，部长。好，这部分的话，第一个正式人力，我们会再来跟院这边来争取。试水员强调，已经针对中国苏台辣椒粉无合格21间出口商甲制造商暂停受理进口3个月，未来也会将违法工业原料添加甲食品的行为列为高风险产品。像苏丹红，只要伫边境一检出，就会100%搭配抽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